And now the Grandview Garden, a Chinese opera adapted from the classical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.这是个取材于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越剧新作。贵妃贾元春省亲，将省亲别墅赐名大观园，预示贾宝玉以及薛宝钗、林黛玉、探春、迎春、惜春诸姐妹入园居住，一时群芳荟萃，赏尽春花秋月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变故渐多，在大观园的盛衰荣枯中，展示了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，青年女性们的种种不幸遭遇、悲惨结局。最后，人亡花谢，园冷雪浓，风大云沉，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起
娘娘保佑你日父之外来，不遭不可恨事。快叫他进来！还不快快吩咐下去。娘娘宣召保佑请进。娘娘喜意不离。孙儿，元宵佳节，亲日甚多，你出去应酬一下。我把他从苏州接到身边来了。还有小宝钗，他们都在外面候着你。快让我接近两个妹妹，快去把包姑娘、林姑娘请到这里来。去闭眼过来。
祖父母亲，时间一到，元春委屈了。亲娘娘为夫人上，其恩浩大，臣不胜惶恐万分。父亲，你真不该把我送到那不得见生的地方去呀！请真玉米。多谢娘娘。哦，大姐，朋友，你也在中起来一起在院读书。啊，大姐，你真好。看在娘娘恩典。
你要什么就请你什么。
我到此到尾，原来你都在这里头细想。哎，李妹妹，我们一起去玩风筝去吧。要去你自己去，何必拉着我呢？哎，你看我想张生多愁多情，正是家乡让你小心可显然你自己玩色的来呢。我是什么呢？妹妹，你不是说了一句“沙场夜幕一红娘抱”吗？好，我这里，李妹妹。现在吃这一零时，你说了些什么话呢？两种美景。
在后天，沙特也没有红娘帮。这几句话是从什么世书五经上看来的？我倒想请教请教。你想念我的丑儿，我不怕。妹妹。妹妹。
孽子不孝，理当教训。母亲让我尽力，叫孩儿死后担当得起。杀了一句，你是经不起了，你把宝玉往死里打，难道怕是经不起了吗？哎呦，责怪我当初没生过好儿子，此今与我对谁去受？母亲此受啊，孩儿就是连做自己一脸。明是你叫我无脸做自己，才到这起我来了。母亲，你这个不争气的畜生！祖宗，你要保重身体呀！我还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要看他死了不成？宝弟弟，这儿好些了吗？多谢宝弟弟，我好些了。哎，赵先生一句话也不至于紧张。你也该想想老太太太太为你多少辛苦，谁是我们也？你们看，宝丫头就是东子。老祖宗，宝兄弟挂着通灵药，宝丫头挂着黄金锁，真是金玉良缘，天生一对呀！宝丫头，老祖宗，你老累了，回房安歇去吧。宝丫头，随我来。最好。请问妹妹，把爷送到书房里去。林妹妹来了，妹妹，快点，你看看我的接下去。
妹妹，我会思念比三年，你何苦打拼最让门？要是还是再提贫，你贫。
也病好了，要亲自来谢你。有什么好谢的？你只瞧他好生敬仰，也胡思乱想。倘若真有什么传到老爷耳朵里，可是要吃亏的。哎呀，宝姑娘，你真好，尚为你去二爷读书，他快骂你落肚。哎呀，你也不闹他，过后万事早去。真是心地宽大玉皇呀！我从心底里敬重你。这件事实出在林姑娘身上。静姐姐，你做的好真心。姑娘夸奖了，我怕爷夜里受凉，崔儿上身上这鸳鸯系列的花样，哄他带上闹闹肚子。宝姑娘，你别受受，我倒是忘去关照一声。
夜空修论，泪空诉，岸上烟涛，千问谁？曾不教训老未曾恩，就曾言得不算对。林妹妹，林妹妹。却放假来三分真，却妹妹早些莫劳神，平平。
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宝兄弟，宝姑娘已亲自将你送衙来了，这我要正在老祖宗房里坐着，老祖宗叫你去当面讨谢你。哎呀，快去，二爷嘴吧。林妹妹，你要好好养病啊。皇上。
我和妹妹思想一起走，把天东引东走，一来东西东走，每日每夜，每时每刻我都离不开你。妹妹的一生也像我听在喊呢，妹妹的心都是我在眼里，妹妹能在我身上，妹妹定要痛在我心里。好妹妹，我不妹妹你好，我有谁会我好嘞？好，那我来问你，报这句话你好。
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弄了一身病。妹妹在空亡一心，这病已不为一日送死一日了。好妹妹，我有一句心里话要说，我有深会深的，你的话我都明白。
林妹妹，你别说了，从今之后，我再也不让你生气报忧。千杀乍见，我本无冤，黄土龙族，清河不明啊！王娘，王娘，过来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宝妞，宝妞，老爷，
我听些人说，宝玉一心只想着林丫头，要是他知道娶的是宝姑娘，不知疯疯癫癫，又会闹出什么事来呢？婚姻大父母之责，为遇得了他。对，二叔大姑妈，倒有一个法子。哦。快去过了，他。好了，不是我当面发讲，我们家4个女儿都不是宝丫头你。连贵妃娘娘都比下去了，难怪老祖宗这宝兄弟选中了宝妹妹。今日再错吧，让宝丫头早点歇歇，我们回去了。
心息不了，心里怕许是不肯见你的。我要是娶了她，她到底见我不见你？二爷，你是好好的，她别见你；啥是疯疯癫癫的，她便不见你了。我的苦心，心儿已交给林妹妹了。她要过来时，让她带来，放回我这里，放回我这里。二爷，你预设上网了。我傻，你在傻你。二爷，哎呀，你不懂我找林妹妹做看你。二爷，我们委屈吧。林妹妹，你还见我不见啊？朋友，你妹妹，我的心交给你已有好几年了。明儿我娶亲的时候，你可别忘了把她带过来。带过来，二爷，你这是你委屈吗？妹妹呀，你将来忘记我，他不用为你再思累，你将心儿忘记
请进。姑娘，自求。好妹妹，我临死之际，万一几句话要被风来，姑娘，你不用这样子，你的岳父好的，为好。
委屈吗？子舅舅，你从来不是这样一条心吧？难道我不知道我的妹妹的心吗？你的心，今天我才明白，天下男子的心都是冰火心冷的。子舅舅，
破碎的心儿一起抱。
Join. 那今天他们的2位高徒王志平和钱慧丽特地呢来到摄影棚，为我们表演一段越剧《红楼梦》里头的《读西厢》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读。今日我背地里偏要的太过伤夸。好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的。见你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哎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！什么书啊？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你。西厢记。
让我老